3年着插头，毋值1年花家乐。趁人无得力，甲人摕珠宝财物，互做贼。趁人无斟酌无注意，甲人杀物件叫做偷。总是大贼小偷，拢是甲人偷摕物件，拢是见笑代。时机歹歹，大贼小贼愈来愈济，贼仔状元财，功夫愈来愈好，愈大胆。为着要保护国民的财产，几年前有一位部长讲大声话，要伫4月日内，互贼仔股消息甲清气溜溜，互做铁门的业者关门大吉。结果啥款？八斤目睭看老仔厝的门窗就知，真正讲着贼。心肝头就袂精彩，袂精彩的代志也有真济。讲着心会惊，看着心会皮扑彩的，就是火灾。人讲水火无情，讲着火烧厝，敢若听着消防车嗷嘤嗷嘤的水雷声，就互人惊甲心脏将要定。一点仔火星无小心，一条电线烧到，霎时间一世人的业绩化为乌有，互人倾家动产。所以咱大家平常时就爱注意，小心火烛无事本，假使关好严，电器插头着安全。交代囡仔莫生火，万项代志着斟酌，千万毋通是我一时失注意。你无听人讲，3年着插头，毋值1年花家乐。毋惊1万，但惊万一，要知伤万咯。3年着插头，毋值1年花家乐。趁人无得力，甲人摕珠宝财物，互做贼。趁人无斟酌无注意，甲人杀物件叫做偷。总是大贼小偷，拢是甲人偷摕物件，拢是见笑代。时机歹歹，大贼小贼愈来愈济，贼仔状元财，功夫愈来愈好，愈大胆。为着要保护国民的财产，几年前有一位部长讲大声话，要伫4月日内，互贼仔股消息甲清气溜溜，互做铁门的业者关门大吉。结果啥款？八斤目睭看老仔厝的门窗就知，真正讲着贼。心肝头就袂精彩，袂精彩的代志也有真济。讲着心会惊，看着心会皮扑彩的，就是火灾。人讲水火无情，讲着火烧厝，敢若听着消防车嗷嘤嗷嘤的水雷声，就互人惊甲心脏将要定。一点仔火星无小心，一条电线烧到，霎时间一世人的业绩化为乌有，互人倾家动产。所以咱大家平常时就爱注意，小心火烛无事本。假使关好严，
电器插头着安全，交代囡仔莫生火，万项代志着斟酌，千万通是我一时失注意。你无听人讲，3年着插头，毋值1年火加老，毋惊1万，但惊万一，要知伤万咯。